鬼影都没有，方向对不对啊？我不就知道了吗，傻小子！你是谁？你三个锦囊里最重要的就是我呀，无所不知的仙草啊！你能帮我找到剑？这算什么？以我的神通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我看你是在吹牛吧？臭小子，你敢怀疑我？要不是姜老头苦苦哀求，我才没工夫帮你。哼！这么说，要是没有我呀，单凭你一个人，你肯定找不到光明之剑。那么厉害？指条明路来看看。别急呀，正所谓公道自然成。时机一到，不用我开口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走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没你的事喽。喂，不先等等你小伙伴吗？只要我一擦功，他很快就会出现呢。哇！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你这入世未深的小子，天地间但凡有灵之物都抵挡不了我这股充满灵气的香味儿，这都会六神无主的冲我而来。是被你熏的，六神无主，真能吹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果然送上门来了，真有你的，厉害！救命啊！是哪吒。怎么样？这下吃到我的厉害了吧？快救我跟你说，你小心点，这小子可狡猾了。你活该！小混蛋，又偷人家好吃的了，被人家给埋了。别哭！跑，往哪儿跑？你乖乖的啊，乖一点，以后就听我的。归我了！小爷我看着你玩喽！火仙草。有本事你自己来拿呀！来呀来呀！欺负我的老孙火轮，我跟你拼了！来！这什么怪物啊？真的冲我而来了，这是传说中的绝地百足啊！大家挑水上来了！你别追我！你快点死快点儿！你快跑！我跟你好，你可太好了！接下来又来了！这大蜈蚣是从哪里来的？